我哋嘅社區咧就好似呢間咖啡一樣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崗位，有自己嘅喜好。一杯咖啡，一件蛋糕，我哋每日嘅生活點滴都係由每一個選擇默默構成。而我哋嘅選擇唔單止關乎日常生活，更加可以為社會民生福祉成就一個更美好嘅將來。香港係我哋共同嘅家，履行公民責任，選出真正賢能之士，為我哋關心嘅事務發聲，就係守護呢個家最好嘅方法。而你哋作為專業社工，更加應該珍惜社福界功能界別嘅選舉權，用你手上嘅選票選出能夠代表社福界嘅議員，讓社福政策更體貼人心，更加能夠滿足社會嘅需要。無論你係普羅大眾定係專業社工，喺你嘅地方嘅選區或者功能界別嘅一票，都係一份共創未來嘅力量，可以推動更完善嘅社會福利。